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伫服务处人员的陪同，对安南区服务处所在地庄头庙13殿庆兴宫来集合，由着庙宇的主委加监助人员陪同，首先向主事的知府千岁来上香，祈求选举顺利。3拜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2号陈廷辉，为台南之行，为台湾祈福。恭请13殿庆兴宫知府千岁派特政资深新引庇佑余113年1月13日，天安岁次癸卯年12月初3日，立法委员选举会当高票当选，造福黎民。立委表示，因为台南每年将迎接400档的历史，而且今年嘛是台港建增200档。为感念先人辛苦的开垦，伊嘛将以谦卑行路的方式，要用3天的时间行遍安南区的16寮。其实你用亲身行行伫这个每一块土地当中，那个感受真的不一样。因为我们希望说，过去在16寮的僧庙，他们每一次的庙宇行脚都是用行。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很大的症状，重点是陈廷飞自己一个人在乡亲陪同之下，然后呢能够来走遍每一个角落，这是我们想要的。而且走行伫这片土地当中，你会当这个感受到这个土地母亲的爱。啊嘛，因为有这个母亲，才会当互咱伫台湾会当搁较大汉，会当行遍全世界。啊，这嘛是这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发想，用3天的庙宇行脚为台湾祈福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。第一站对13殿庆兴宫来出发，沿着本湾街到活中溪路，到庄头寮的兴安宫。沿路上，陈廷辉除了一甲过路的民众来握手问好，当着徛街的民众嘛一甲因握手。预计2月9号，将到北区的大港寮啊，甲亭仔寮顶，将实行历史上台港内海的区域，为台湾来祈福，行出台南好的未来，互台湾更较好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